Hello，大家好，我係瑞瑞啊，歡迎返到我嘅 channel 啊。土瓜灣原名叫做土家灣，咁佢主要係住宅區啦，同埋輕工業為主嘅。咁公共設施咧就有體育館啦，同埋公共圖書館㗎。我嘅頻道主要係介紹大家吃喝玩樂買女仔揸車嘅頻道嚟㗎。有興趣嘅話，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啊！係隱藏於屋村裏面嘅一個好有文化氣息嘅地方，即刻入去睇下先。咦，咪住，嚴禁攝影唔係啩？好多謝馮生同黎小姐開咗呢間鋪，教曉我呢個道理啊！仲要搭呢架好懷舊嘅 lift。第一個要帶大家去嘅地方就係隱藏於屋村嘅一個好有文化氣息嘅地方。首先賣個關子先，轉頭先同大家講去邊，我就將架車咧泊咗喺樂民新村停車場啦。之後沿住呢一條斜路行落去轉右，大約5分鐘就到噶啦。謎底解開咗啦，就係高山劇場啊！裏邊有間 cafe 咧，我係超級想去食嘅。食完之後帶大家去高山劇場度睇下，都好值得去噶。睇一睇個路牌先，我都係第一次嚟，都唔知訂。咁我哋應該係左手邊餐廳及禮品店嘅。高山劇場咧係1983年3月已經有噶啦，起咗咁耐都未嚟過，今次係第一次嚟。咁喺2008至2009年咧，高山劇場就進行擴建啦，就將佢附近公園嗰4個網球場咧改建為高山劇場嘅新翼大樓啦。一路沿住樓梯行上去咧，就會見到呢一個圓形嘅指示牌噶啦。咁就應該係去左邊新翼餐廳嘅。順帶一提先，喺今年2025年嘅6月20同21號咧，喺高山劇場會舉行一個香港流行文化節2025㗎。有個音樂監製黃雙進策劃嘅，好似都有幾多啲樂隊啊、音樂人參加㗎。哇！又係嗰句路在口邊，都係問下人間餐廳喺邊先。好，唔該晒。問下人嘅話，真係會行少好多冤枉路㗎。頭先阿姐姐咧就話沿住呢條樓梯上去就係噶啦，到達了。好，我哋入去睇下先，開餐。都估唔到幾多人噶喎，可能今日星期6啊。嗰度咧就唔需要帶位嘅，問咗自己有位就坐就得噶啦。最終因為太多人啦，所以要搭台。其實啊，我本身係諗住坐窗口位㗎，好舒服㗎嘛，點知俾人坐晒啦。我就嗌咗一個日式1口和牛啦，配呢個牛肝菌加野菇汁嘅。的而且確咧，個秘製汁咧係有啲特別嘅，不過個和牛咧略嫌熟咗少少，但係都 OK 嘅。嘢飲嗰度咧我就冇影到嘅，我就嗌咗杯青瓜青檸梳打，咁嗰度咧講真都幾舒服嘅，不過我相信平日會更加舒服。個書名都好勁喎！嘢食嗰度都幾多選擇㗎，有沙律啦、酸種麵包啦、披薩啦、意粉啦、飯啦、輕食啦等等啦。咁嘢飲啊、咖啡啊、茶嗰啲都有嘅。一場嚟到咧，冇理由食完嘢就走嘅，帶大家睇下高山劇場附近啲環境先。呢度就係2008年至09年擴建嘅新翼啦。大家入去睇下先，雖然頭先有入過去問路，但係冇認真睇過。地下嗰層主要係詢問處啦，同埋呢一間新裝如初嘅旗袍店。上埋去另一層睇下先。呢一層咧係入去會場嘅樓層嚟嘅。哇，有好多大戲啊！呢個係用鋼線做嘅大戲戲服啊，現場睇好靚㗎。非常近樂民新村㗎，呢度仲有一個咧以粵劇為主題嘅公園㗎，粵劇化妝區。公園幅牆上邊咧會有啲粵劇嘅面譜啦，同埋造型嘅，不過咧唔認真睇都未必睇到。好啦，第二個要嚟嘅地方就係土瓜灣嘅直十。
佢嘅位置咧就係隱藏於土瓜灣一座好舊嘅工廠大廈裏面，即刻帶大家入去睇下先。其實一出 lift 咧，我已經覺得個門口好靚，好有格調噶啦。好，咁我哋即刻入去睇下先。咦，睇住，嚴禁攝影，唔係啩？咁就大鑊啦，入去問下先。好彩最終咧，同店長阿 wing 解釋翻我拍片嘅原意啦，同埋俾咗我嘅 YouTube channel 佢睇之後，最終佢都俾我拍片啊！頭先我所講嘅阿 wing 咧，馮生咧就係呢度嘅創辦人嚟嘅。之後咧有阿 Sylvia 黎小姐同佢一齊經營直十呢間鋪頭噶。嗰度嘅總面積咧有大約3000尺噶，好大啊！馮生揀咗喺土瓜灣一座咁舊嘅工廠大廈開呢，我覺得好配合直十個感覺啊！當我一路喺間鋪裏邊慢慢行，感覺自己呢好似置身於春光乍泄嗰個年代啊！張曼玉啊，張曼玉啊！馮生同黎小姐都好好人啊！仲有，我不得不提嘅，一般咧賣呢啲比較舊嘅嘢嘅鋪頭咧，會有啲酸酸縮縮嘅味噶嘛，直十一啲呢啲味都冇啊！1980年代咧，呢間鋪個名唔係叫直十噶，叫做次文化骨董店。哇，好舊嘅入油機啊！馮生咧就負責去收集啲舊物嘅，咁而黎小姐咧就負責打理店鋪啲日常噶。馮生收舊物都好有要求㗎，唔係樣樣嘢都會收㗎。佢哋間唔時咧都會搞啲工作坊㗎，好似啱啱過去嘅復活節咁樣啦，佢就搞咗個吊飾工作坊啦。喺舊年6月咧，佢哋都搞咗個分享會㗎，個名叫做舊物傳承。好舊嘅水機啊！咁靚嘅地方當然唔會嘥咗佢啦，佢哋亦都有場地租借嘅服務㗎，亦都會有道具租借嘅服務㗎。唔係講笑，去完直十之後有啲得着啊！以前嘅我呢，梗係覺得啲嘢越新越好㗎啦。但係今日去完直十之後呢，發覺原來舊嘢呢都有一番唔同嘅感覺同埋唔同嘅意義㗎。多謝馮生黎小姐開咗呢間鋪啊，教曉我呢一個道理。直十絕對係一個好值得去嘅地方，仲要係搭呢架好懷舊嘅 lift 啊，更加有感覺啊！多謝晒大家收睇啊！如果覺得我都拍得唔錯嘅話，麻煩訂閱、分享、留言、撳埋個鐘仔啊！下次見，拜拜。